台中太平英雄街有一栋公寓，早起4点外时阵，这4楼1户的露台却熊熊放落来，加在是无人受伤。结果技师去到现场看，才发现讲这露台和建筑物本身并无钢筋相接。住户也讲，这栋大楼已经有35年啊，白户要这种露台，应该要进行全面的体检。 透早时阵，车路人甲车拢真少，啊，毋过有真大地的红毛土角熊熊为天顶落落来，除了讲真大声，阁有真侪土粉。住户听到声音，紧出来看，才发现是楼顶规个灰台拢落落来。我是讲是车祸啦。安怎讲？因为半暝啊，边是听到大声，所以讲是车祸尔。 就是透早差不多4点，台中太平区英雄街这个主体大楼，伫4楼的住户灰台熊熊规个落落来。好在在当时是透早，无伤到人甲车。当时住户嘛表示，迄个时阵规家伙拢伫困，无想到无风无摇，哪会发生这种意外？我住10几年了，10几年了。对。哇，这样前面有征兆吗？没有征兆。你是没有什么东西掉下来都没有？都没有。这个应该是钢筋的问题啊！你这样有一户了，就后面就有。 2户3户一直下来了。社区主义表示，大楼是7层楼，已经30多年啊，差不多有230多户住伫遮，已经过保固期，责任是谁真歹查，啊，毋过嘛已经向建商反映，希望协助补强。结果技师则是下晡嘛去了解，佮讲灰台的钢筋加结构好亲像有问题。明显这个钢筋的连接是不足的，而且你假如钢筋有连接到那个外墙。 的混凝土，甚至里面的钢筋的话，它整个会绑在一起。结果技师是讲，灰台虽然有铁基啊，啊，毋过好亲像强度甲密度无够，加主建筑嘛无联络好，地势受力无平均落来。因为其他楼层原来有共款的灰台，除了爱赶紧全面体检，住户若是发现无正常的壁碰，都爱赶紧通报。记者采访报道。